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10月2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8篇，以赛亚书59章第9节到19节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是圣洁的话册。头起先爱感谢上帝，伫昨教会的庆典的中间，伫大雨中间，接到正牧者兄弟姊妹同工所带来大大的祝福，也特别为着咱教会的中职同工，咱的兄弟姊妹全心全力的服侍，互即个真困难伫大雨中间伫限制中间有济不便的事，咱会当完成即个真无简单的任务。上帝赐福咱，也赐福每一位兄弟姊妹。对今仔日的经文来看，咱看见上帝并无介意以色列人对这个无公义、被欺负的人点无出声，拢无反应。以赛亚先知安尼讲：上主看见这一切，因为正义灭绝，也无欢喜。伊真着惊，竟然无有人帮助这个受着欺压的人，因为伊要用家己的力量来拯救因，互因来得胜。相款伫今仔日咱来思考是讲，当咱对上帝交代伫咱的手中的代志，拢总无反应，其实上帝嘛会无欢喜。上帝交代伫咱的中间手中的代志，包括对教会的事务、对财产、礼拜堂的管理，甚至是对咱周围教会的人、对社区的人的关心等等的代志，是毋是咱领受上帝的祝福、呼召？是毋是咱会当明白伊的旨意？咱必须爱思考上帝今仔日要互咱的呼召是甚么货？咱要安怎来表达咱是我的、神的，是属于上帝的？前礼拜咱有提到讲，基督徒的使命是因为上帝，因为咱相信去互上帝称咱做义，也因为相信。互上帝将咱做圣洁，嘛因为咱相信，就互上帝的救恩来所救，并不是因为咱的生活原本就真圣洁，也是真完美。这段时间，我哋教会动员起来。整理规个礼拜堂的环境，除了将这个放久无使用的物品来清除，互空间更较广阔以外，也对教会周围的围墙水沟，甚至停车场的涂骹，我用这个高压的喷水来清去，也看到教会兄弟姊妹。特别是兄弟，当因在用这个高压的水咧洗的时阵，看见因真高水、真喜乐的表情，这真有可能足久无安尼公开耍水啊啦哪耍水哪清洁安尼。其实，咱就发现原本因为湿气的关系，生甲满是的这个青底的围墙因为年久日深，乌的停车场的涂骹，又搁再度显露出原来真清气的样貌。不但伫咱的目睭所看的，搁较感觉清爽以外，含这个青底迄种湿气臭的味变甲真清气。
甚至过路的人也同款真明显来感受到这个改变。有一天，牧师甲逐工伫即个大水沟边仔当甲处理了马介的，要踩一个马介的头上的时阵，有一个穿一个祖师爷庙的乌巴桑经过，然后伊对我讲：对啊，就是安尼啦，足感谢恁的吼。过去逐工过遮吼，拢有闻到臭味吼，即马吼已经无臭味啊呢吼。伊所指的应该是围墙仔边仔所生出来即个青猪仔，发出即种湿湿、迄种臭扑味。我相信伊的话应该是出于感谢。对我来讲，迄个歹势的成分较济过领受伊感谢的娱乐。经过安尼事，咱搁一摆被提醒。就算阁是安怎小小的事，伫咱周围的人拢感受会到。也亲像即个墙围仔、地板、水沟被洗清去，迄种真清新的感受以外，基督徒的生命，都爱亲像以赛亚先知所提醒以色列人爱做的悔改。认罪，对得罪上帝、离开上帝，甚至被灭、被掠的境况的下面，搁一摆归回伫原来生命的样式，甲上帝的关系搁好，有一个真清心，有一个真心得胜的生命，来见证上帝赦罪恩典。咱来想想看觅啊！如果是咱的生命，亲像这个壁、围墙啊，同款，咱骹上一层青猪仔，咱的生命顶悬有失去，有蠓虫咧生，安尼生命敢会当见证上帝嘛？以色列人伫悔罪的时阵，用这个来。以赛亚先知讲，因为安尼，公平离阮远远，公义对阮无着，阮望光，反倒当是黑暗；望光明，反倒当行伫暗中。阮蒙墙仔来挖壁，亲像青面的人；阮四界望，亲像无目睭的人；阮日中昼，颠颠倒倒。亲像下昏时共款，阮伫勇壮的人的中间，亲像死人共款。是啦，咱的基督徒是需要靠着上帝赏赐予咱的活着耶稣基督来得胜，来悔罪，来活出活泼的生命。咱必须要靠上帝的恩典来回转了上帝。互咱的生命搁一摆被洗清去，真做活着。圣经甲咱讲，所以恁着爱排除一切的歹事，毋通搁白贼、来虚假、嫉妒、讲人歹话，爱亲像新生的婴仔，时时刻薄。咱爱诚做迄个有灵的活人。迄个活着的生命，咱袂爱有即个生命，爱除去咱生命中间阻止咱呼吸的物件，阻止咱甲上帝建立良好关系的因素。彼得前书提醒咱，着爱亲近主，因为伊是活的石，虽然互人来弃杀，但是上帝拣选伊，珍惜伊。你若着亲像活的石头来起做属灵的圣殿，伫迄个所在做圣洁的祭司，才着耶稣基督献上做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。因为圣经讲，我选择一个贵重的石，诚做锡安的触角石，
囡仔信可以的，拢袂抵到失望。咱今仔日要用诗篇28篇来做伙读，搁来做伙祈祷。耶和华，我要求你，我的石盘毋通无要听我。你对我静静，我就亲像入梦的人一样。我求你，你的至圣所举手的时，求你听我困求的声。毋通将我甲歹人以及作恶的人做伙除去。因我厝边讲和平的话，总是因的心干燥。愿你照因所做的，也照因所行的歹款待因。愿你照因的手所做的款待因，将所应该得到的报应因。因竟然无留心伫耶和华所行，以及伊的手所做，伊就毁罚因。无要建立因，耶和华是应该学落的，因为伊听我困求的声。耶和华是我的快乐，是我的盾牌。我的心换靠伊，我就得到帮赞。所以我的心大欢喜，我要用我的诗歌学落伊。耶和华是伊的百姓的快乐，也是伊受磨的得救的位所。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赏赐你的产业，养饲因，扶持因，到伫永远。咱做伙来感谢，感谢上帝保守，伫大雨中间透过众牧者兄弟的热心，为着阮三级教会带来满满的祝福，为着昨昏的礼典一切会顺利。这个祝福的记号也要时常提醒阮，阮着需要逐工来更新，来日日活出活少的生命。求主帮助，阿门。